开出欢喜的声，唱歌学老伊的名荣光，用学老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老你，要吟诗学老主的名。这是咱来献诗圣诗第一首，圣诗第一首。无行歹人道路，请咱一日求开始。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不万的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法。伊要亲像手在地边，伊的脚也无打去。歹人就是安尼，所以是心满歹人徛袂知。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就是咱来压头的。感谢上帝，今仔日是2023年的头一日，愿感谢主，伊带阮过去平安的一年。虽然风风雨雨，但是阮用热心感受主，伊是非常的疼阮。今仔日阮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上帝你的求婚，用独生子耶稣，阮的罪来。耶稣的救赎，互阮会带千里。
过去，阮时常希望阮的生活拢伫阮家己的掌握中，有心法甲管道，要时常一好并做，做真正永远。虽然可能有外得救，但因为挑战重重，阮的心情，阮经过水火试验，总是以阮到父母甲平安的所在，伊逐时刻拢到阮面头。诗人文典做简单的勉励，你已经奋斗，拢有得地。旷野的草地，树岭的雨露，山坡、山湾、湖泊，拢是生活的意义。阮感谢主，主有主，会当提醒阮的日日超越阮的天使。对于福音，阮会当会较深的明白，甲学习，行走天路，当历史。日常家庭、影响家，无论对细囝到研究，使阮内心坚强，通经历对上帝来的力量，搁较丰盛。有一个兄弟，因的身体需要医治，求主怜悯，因伫历史暗暝。拢有主的保护，保守的受得，甲囝兄家的压制，求主也帮助。即时来准备考试的学生来祈祷，相信上帝为因有适合的学校，为因准备考试的时，通顺利，安定的力量，会当取得好成绩。愿感谢主，阮的一切拢归于主耶稣基督，平安，愿一切拢主教阮伫地，就恳求主来听阮的祈祷，愿伫天灵地，愿意来是，越光明好，越积极越积极。我的心来缓缓，下面缓和，尽管下面缓和，我的好汉的一起，有快快的爱，有光快的那个，我来带过去，阿妹。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8节。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8节，咱做伙来看。恁是地上的盐，盐若死，要用啥物去咸？后来无路用，搁个迄伫外面。互人吞吞也惊。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袂会隐秘。无人点灯下伫兜的，就是下顶角顶，就骗着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双眼，来开阳光，互恁。请时间来讨论。
牧师要甲咱讲道分享，出世也是入世。基督徒行为生活的准则。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带领，互咱会当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咱三甲组织伫上帝殿院，咱伫遮敬拜的老主。感谢主吼，互咱会当经历即个2022年吼，一直到2023年，咱会当通知影一件事。顶礼拜日是咱2022年的最后一礼拜日，对不对？吼，今年呢，即摆咧。1月初一拄好嘛是啥？嘛是主日吼，所以咱对旧年年底吼，主日一直到今年的年初主日，咱三甲组织伫上帝的殿院吼，年头到年尾，咱伫咧今仔吼，咱虽讲毋是新正过年，是毋是吼？即摆咱新正过年是1月22号吼，周报嘛有写，咱1月22号要提早半点钟吼9点，要伫咧咱的教会，共款是主日礼拜，嘛上时是新春的感恩礼拜。所以咱讲清圣礼拜，所以感谢上帝，互咱有即个伫长老中有即款的传统，真好的传统。伫咧即个新正过年的时阵，有缘组织兄弟姊妹来到上帝殿院来敬拜俄罗主。为什么咱要敬拜？为什么咱要俄罗主？真重要一件代志，透过敬拜，透过俄罗，咱甲上帝的迄个关系会当搁较进一步来思考，来想。所以今仔日牧师用即个题目，也就是。咱今年度，旧年咱用基要真理做每一个月1摆的分享讲道，用基要真理的题目，啥物是信心，啥物是上帝，啥物是人，有无？各会记得袂？然后旧年若拢总对1月份到12月份来听，逐个月，咱拢有1摆的即个基要真理，所以伫遮咱今年牧师。咱的小会有讨论讲，牧师咱是毋是会当用即个周报？咱有写，咱若掀开周报的，咱我的题目顶悬下骹佫有一个副标题今仔日咧讲基督徒安怎行为安怎生活的啥准则啦准则所以伫即个生活的准则，当然啥物是基督徒？咱伫世间的生活。出世也是入世，咱是出世也是入世，咱的生活，你感觉是啥物？感觉是出世有，感觉是入世，恁拢活伫对，所以真重要，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所以有12个题目，牧师先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这12个题目等一下，要开始进前，愿请三甲拍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帮助我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伫旧年年头到年尾，一直到今年度新的一年的开始，拄好今仔日是1月初1，嘛是主伫搁活的日子。阮感谢天父上帝，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主搁活的日子，三甲伫上帝殿院，阮来敬拜俄罗主。主啊，阮实在是不配，诚做。你的囝子总是你竞选阮，感谢天父上帝，互阮应该会当更较认真地义，伫阮今年度有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恳求天父上帝赏赐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帮助阮伫生活内面要更较进步，互阮会当甲主更较有结连，甲兄弟姊妹更较有交陪。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伫出世也是入世的过程中间。来经历上帝你无比的疼痛，互阮诚做一个上帝你囝儿应该有的行为准则生活，拢是伫上帝的祝福内面满满。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好，则有讲到牧师要讲一个今仔日要先介绍吼，咱规年度牧师要讲的每一个月的题目互咱知影讲，到底咱伫咧世间的生活是要安怎来经历来过所以无得较这字较细字因为
太多了，我要解说吼，所以啊，麻烦兄弟姊妹，你若看无要紧，你用听的就会使吼。哦，今仔日就是要讲出世，出世还是入世吼？基督徒生活的行为准则吼，意思就是咱的生活系列的导论啦吼，要开始即个讲过来吼，2月份、3月份、4月份或者的过程吼，互咱来了解，会当有等一个有6个标准，咱会当来对照来思考，吼，咱每一个过程是毋是有符合迄个6个标准？哦，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哦，毋是讲一定爱安尼，但是1万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遵照、遵趁。第2个月2月份2月19，我要讲无要受洗礼的原因是啥物？哦，这可能毋是针对咱基督徒，但是真重要的。我知影嘛有兄弟姊妹，可能你连幼小都拢还袂有洗礼过，但是一直到即摆你。有感觉讲我得信主就好啊，无问题。哦，嘛有即款的思想思考。哦，嘛有，咱可能是无得有，但是因为啥物？因为阮爱拜祖先，我是大囝，我无法度来即个洗礼。牧师你原谅我啦，毋是牧师原谅你啦吼，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即个无受洗的原因，无的确是无对对伫制作吼，即个迷失吼，甲疑惑吼，这是2月份要甲兄弟姊妹咱来分享吼，要安怎做，会当较好吼，要安怎做。好来第3月吼，3月份吃喝玩乐看基督哦，食啉佚佗看基督哦，基督徒对食啉的看法是安怎？哦，有人讲拜过的物件会当食袂？兄弟姊妹？有人顶头，有人摇头，这咱会当讨论。哦，动物的血当食袂？猪血过好食无？好食，顶头拢食过吼，好食。食薰啉酒，敢会当？有啊，圣经顶悬有讲着啉酒吼。即个物件，咱会当来讨论。哦，所以你3月份，4月份要讲要安怎样面对苦难，也是讲上帝啊，你伫倒位？哦，所以咱基督徒要安怎看即个苦难，特别是咱一直进入第4年吼，即个疫情，哦，最近佫2万，迄个3万人佫走起来啊，哦，所以希望请兄弟姊妹爱消毒，哦，入来教会要一个消毒机，叫我消毒一下，喙红可能继续爱治，好无？哦，这就是咱面对着的苦难啊，第4年吼，哎呀，第时即个瘟疫会当较紧来过去，哦。上帝啊，你伫倒位？哦，要安怎看待即个苦难？哦，对天灾人祸来讲起，这是4月份要讲的。第5月份要讲爱情，青红灯，爱情青红灯，要讲着咱基督徒的婚姻。哦，基督徒婚前性行为会使袂？即我问国中的囡仔，因拢举手，没问题。哎呦！吓死我了！即马开放的态度是即个态度，哦，所以咱要用教会，当然这个教会咱要看待，同居会使袂？哦，离婚会使袂？哦，太侪的问题啊吼，爱情红绿灯吼，来，这是5月份要讲的吼，也是讲一定爱相关信用才会当结婚吗？哦，也是讲我独身好无？哦，这个问题吼，咱这里来讨论哈。25号6月份，咱要看向前看还是向前进前的前，进前的前，要讲到咱的奉献，讲11奉献，讲咱的金钱观，还是讲譬如讲，这是譬如讲，咱敢会当算股票，会当的，毋知大概会当的，而且用玩股票算哦，所以这咱会当来思考向前看还是进前？向前看。来，过来，7月份，我要讲的欲望人生，要讲基督徒的简单的生活，还是讲咱的慷慨，还是讲咱的满足伫倒位？譬如讲买车买厝，资产敢会使？会啦，有问题无？所以你讲这应该会使啦。咱拢总会当来讨论欲望人生。好，过来8月份，父亲节到了先讲一个，做爸母崩溃了，咱是毋是拢捌经过迄个崩溃的感觉过？
为幼婴开始照顾，一直到中大成人，其实咱会讲拢是看待咱囡仔就是囡仔所以基督徒要安怎诚做人为人父母对圣经的教师甲世界的教师的差别伫倒位？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9月份要讲你的心累了吗？要讲工作啦要讲工作工作奔 out 对圣经看基督徒的工作，会伫9月份。10月份要讲即马道德困境的挑战。真侪社会问题比较咱对伫信仰有真侪的了解。基督徒要安怎对圣经来看自杀即个问题，看安乐死即个问题，堕胎即个问题，甚至是死刑即个问题，这是有真大的无共款差异的中间，咱来讨论再来11月份要讲道歉的规律，要讲圣经要安怎看待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啦。人甲人中间的关，透过圣经咱来分享。最后12月份做一个回顾信仰甲文化的冲突要安怎用互相的通的。圣经顶悬的文化甲咱即摆的文化是无共款的。咱咧看圣经要安怎对伫迄个圣经时代的文化来反省思考咱即摆时代的文化所以有一个关联，一定有一个关联咱要安怎用思考，所以做一个回顾，将一切刚拄则所讲的遮的做一个回顾所以这是牧师伫今年今年份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12摆的即个过程互咱会当小可知影。或者是讲你有啥物款需要去了解，当然你会当甲牧师讲会当透过即个伫讲台也好，私底下咱会当有做无共款的讨论。所以愿主祝福帮助咱伫今年度咱有遮个题目毋通咱每一个题目拢会当来听、来分享、来思考，帮助咱伫信仰的生活内面会当真正出世入世，活着出世，敢若亲像出世其实是入世的观念。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所以今仔日要甲兄弟姊妹讲基督徒的遮个行为生活的准则，要透过即个基督徒行为生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咱看经文内面有讲到盐甲啥光咱毋是做光做盐今仔日咱看到的经节内面有讲到啥？你若有圣经掀起来看，伫个即个13节的所在，就讲到恁是地上的盐，是毋是？13节顶悬讲恁是地上的盐，咱应该咱就是毋是啥？咱毋是做做光做盐甲是光是盐有共款无？咱思考即件事无共款咱是呢？是的意思就是，咱本来就是咱应该爱安怎做，就应该爱遵守上帝的旨意。这当然咱知影理解，但是常常咱拢敢若会当思考讲，我要做光做盐就好啦。做甲事的过程，其实阁有一段的距离，对毋对？事甲做的过程，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会当开始思考，我咧做世间的每一件代志的时阵，我是用光的态度，还是盐的态度来看待世间每一件代志？因为咱当然是伫世间咧生活，伫社会咧生活。咱定定咧讲，旧年也是讲过去的即个流行的用词嘛，接地气。啥物叫接地气？接地气就是伫出世的生活，伫世间的生活，互人感觉讲，即个真接地气。牧师讲到真接地气，因为拢用足侪俗语，毋是迄个普通的语言。到底圣经的语言敢毋是接地气嘛？是吧？应该是吧？总是有时咱到底我伫世间，但是要安怎亲像伫圣经顶悬的教示，
我相信这有一个真大的鼓励，会帮助咱啊吼，会咱开始来思考哦。因为差不多即马等一个10点的时阵，哦，咱有真侪的课程就要开始上课，哦，咱开始做即个养育培育的课程。无输伫顶礼拜，哦，甲兄弟姊妹分享，哦，这嘛是12节课，哦，所以为10点到11点，哦，所以我相信第一礼拜场的兄弟姊妹，伊每一个月第1礼拜、第2礼拜，可能咱都爱参加华语礼拜，哦，伫第1礼拜的时间。毋通讲，咱会当有兄弟姊妹，吼，即马差不多报名31位兄弟姊妹啊，吼，因有31位兄弟姊妹咧上遮个课程，老师嘛真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继续来报名，无问题。哦，你看到想到啊，知影讲有需要，真正要帮助我的灵命方面进步，吼，咱都爱上遮个养育的课程，吼，培育的课程，哦，这是真重要，帮助咱伫今年。所以今年我有写即个代祷信啦吼，我毋知兄弟姊妹咱有看到吼，伫咧后面遮吼，一个月写一摆代祷信吼，有拄时啊是牧师写，有拄时啊是咱的代志长老即个陈家宏长老写吼，即个月是牧师写代祷信吼，要帮助咱兄弟姊妹吼，伫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将咱的教会的方向甲目标。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今年咱是叫做养育元年吼，培育元年，意思就是每一位兄弟姊妹，牧师真毋茫期待会当透过培育，互咱渐渐搁较进步。哦，咱即马毋是食冷的囡仔，咱是咱爱搁较进步，爱有侪的思考。这就是咱伫世间的生活，哦。出世入世，伊是当伫世间的生活，帮助咱最后是伫地灵啊，亲像伫天灵的生活。所以咱伫出世的生活要安怎亲像伫天灵的生活？哦，以下有几点要甲兄弟姊妹嘛来分享。所以咱的生活若设施无有一款敬虔的生活，有拄时会遭有着真侪的困难。哦，所以伫即个使徒保罗特别伫信仰内面有讲着，哦，咱伫基督的面前，拄好好伫咧即个律法的下面，哥林多前书第9章21节有安尼记载真清楚。咱伫基督的面前，应该是讲基督来是安怎，将即个律法安怎废无，对不对？哦，咱的耶稣基督有讲过，我来安怎？哦，要废无吗？毋是，若是毋是废无，是安怎？要成全完全。哇，所以这就是一款即个入世的生活。总是伊真嘛期待，咱会当伫即个入世的生活的过程中间，要安怎活出伫对灵啊，亲像天灵出世的生活。哦，所以伫用词的顶悬，其实。使徒保罗有提出真侪咱基督徒伫地面上按禁戒卖做的代志，所以伊有用啥？伊有用即个禁戒，也是讲脱去吼，脱去脱去，也是讲离开吼，即款的用词，也是讲放下吼，即款的用词，伫咧新约圣经内面有真侪即款的用词走出来。哦，这就是书信的特征。哦，使徒保罗咧写互当时的遮个伊所设立的遮个教会，伫咧遐创设的遮个教会，哦，传福音伫迄个巡回的过程中间，一定会用遮个词，意思就是咱定伫咧啥，定伫咧世间的年日久啊，就安怎，就皮条松了，哦，所以由出来保守。所以这有啥物款的准则？哦，咱咧做每一件代志有这6点的准则所以请咱会当的时阵就记起来。哦，若要紧，咱就想思考，我咧做每一件代志的时阵，是毋是有这个6款的准则？哦，所以今仔日牧师就是真简单，将这6款的准则，咱兄弟姊妹分享了，你就会当知影，讲我开始伫今年新的一年的开始，今仔日拄好正月初1，咱3个组织牧师伫遮讲这6款的准则，我是毋是
来检视一下看，我家己是毋是安尼来做？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咱做即件代志的时阵，咱咧生活的时候做即件代志的时阵，是毋是会荣耀上帝？咱做即件代志的时阵，是毋是会当荣耀上帝？这是真重要的。所以咱若会当伫即个荣耀上帝的顶悬，我相信咱就会当开始调整，会当开始调整。这有一段经节，咱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无论做啥物，拢是要为着安怎荣耀上帝来行。咱无论做啥物，都是爱荣耀上帝来行。这是真重要。第一点，咱的生活的准则，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准则的开始，咱无论做啥物款的代志，是毋是你想会荣耀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是光是盐，要安怎样荣耀上帝？我相信已经真清楚。所以无论做啥物，拢爱荣耀上帝。好，第一点真简单，互咱了解。头一个所以如果你若要做代志是要为着家己的时阵，我相信迄个比例开始就会降低为着上帝的比例。所以这是特别这一真咱爱来实践来做来思考。真正困难，但是有倒时啊，我要为着家己趁较侪钱的，礼拜日都爱搁加班，这有冲突了呢。到底要安怎？这段经节帮助咱，无论做啥物，拢爱有荣耀上帝来行。好，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伊是毋是有利益？伊是毋是有利益？做即件代志是毋是会当帮助我的基督徒的生活？利益我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的见证，我的侍奉，是毋是拢有利益？我做即件代志。比如讲，咱要讲着祭祖，毋是祭祖，迄个拜拜的物件，会当通食无？亲爱兄弟姊妹，有拄时即个迷信的兄弟姊妹咧甲咱要甲咱分享物件，拢会讲啥？伊知影咱是基督徒了后，伊会讲即个物件安怎无安怎无拜过啦？即个物件无拜过，你会当摕去食。通常无需要讲谢谢，谢谢，汤诶，谢谢，安尼就好。有诶阮爸爸，我会记阮爸爸以前拢会拒绝，谢谢，谢谢你留咧食，安尼就好。嘛是一款诶方法。好，这是是毋是有利益啦？对伫咱甲迷信诶兄弟姊妹。也是讲咱家己的生活，你的见证。所以有一句话讲，安怎？有一句圣经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讲，凡事拢会当安怎？拢会当通行，但是拢无一定有利益。凡事拢会当通做，但是无一定造就人。所以拄则第一点，咱会当看到，是毋是会荣耀上帝？咱做即件代志，咱的生活内面。是毋是会当荣耀上帝？你是毋是有利益？是毋是有利益？利益咱伫成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一个见证。做即件代志会互我的生活搁较会当帮助我甲上帝的关系，也是讲有利益兄弟姊妹即款的关系。这是真重要第二点。好，来第三点，咱兄弟姊妹分享。就是咱咧生活的时阵，伊是毋是会造就人？是毋是会造就人？会造就我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毋是会帮助我来造就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所以这是咱的准则是要造就你，并毋是要败坏你。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8节。咱伫教会生活，伫社会生活，伫一般的生活内面，咱是毋是会当安尼来做？
第4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伊是毋是会辖制人限制压制？咱做即件代志，是毋是互我会困扰？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所以伊个即个哥林多前书第6章12节嘛有记载，凡事我拢会当行，对不对？我袂受伊个啥压制、限制、辖制，袂受伊个困着所以每一件代志当然拢会当通做，但是安怎对咱来讲，这是咱称做一个基督徒真基本的事。所以互咱会当爱搁较注意，爱搁较认真。举一个例来讲，比如讲，咱会当看真侪世上顶悬出版的真侪的册面，诚侪咱的知识财物，这真好。但是开始有一寡真侪的，譬如讲在研究即个较特别的灵异的事件的，即款的册，当然咱看到会感觉，有即款的代志发生，这都咱都要注意啊，虽然无得较会有帮助，但是哇，你愈聊愈落去啊，愈聊愈看，愈做愈感觉讲，这敢若嘛毋是算命啦嘛是，但是感觉讲，安尼蛮玄的啦愈看愈聊落去，迄都安怎，就开始。限制着、辖制住了，互咱的生活开始你来想命想，毋若是敢若册即款的代志知识财物即款的代志，所以真重要，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凡事咱拢会当通行，但是咱安怎袂受伊的限制、辖制，互伊控制着。好，来第5点，要甲兄弟姊妹，咱继续来分享。伊敢会加添咱抵挡试探的力量，咱伫世间的生活做是毋是？即件咱特别爱注意、爱了解。所以伫圣经内面，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有讲着，咱莫叫着咱拄着试，是毋是？咱莫拄着试。咱伫生活的内面，一方面，咱求主来帮助咱。有真侪会被迄诱惑，所以求主来真正爱帮助咱。但是有拄时咱反倒转会陷入去迄个环境内面。比如讲，安尼我就无爱去，我是基督徒，我的即个气力，上帝互我的真大，无问题。我去到逐位所在拢无问题。听到朋友招讲要去酒家啉烧酒安尼。无问题，我一定袂啉啦。去了，无问题，我靠主的名，我袂啉。但是你共款走入去，讲我靠主的名，我袂啉。看因咧啉安尼，讲我靠主的名袂啉，敢是安尼？迄著是陷入去啥？陷入去迄个试探。咱知影，明明知影，但是咱却不去。这是安尼，我毋知影安尼解说，兄弟姊妹知影无？所以宁可是安怎拒绝啦？宁可是拒绝。所以愿主来帮助，毋通叫咱拄着试，第5点。好，最后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咱就要来结束。伊是属于世界的特性，或者是咱被上帝的。经文内面是安尼记载，因为今仔世界的代志，就亲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咱的骄傲。拢毋是对别来，是对世界来。虽然约翰一书第2章16节有即款的恶缘的概念，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你是毋是真正领受上帝听了后，你会将拄则这6点牧师所讲的，咱做这代志是毋是会应光上帝？是毋是有利益伫上帝？利益？咱正兄弟姊妹，伊是毋是会造就人？伊是毋是甲咱辖制住的？咱是毋是会当加添咱
地动即个试探的开来，最后伊是毋是是毋是属于世界的，还是属于上帝？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有即款的智慧来判断，这是真重要，这是真重要。所以以上这6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也就是今仔日做一个导论互咱帮助咱以后会遮的即个课题内面遮的议题内面来帮助咱遮个拢总是属于伫咱伦理顶悬的范畴。即个伦理讲到伦理，就是讲到咱的生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伫咱的生活内面，到底你要安怎样伫世间的年日、入世的年日内面，活出上帝透付咱有一款出世的态度，这是真重要。虽讲今仔日第1讲伫遮甲咱分享，可能是较快，但是渐渐，牧师要将每一个即个事件，每一个议题，煞较细，帮助咱来明白，伫咱一生的生活，无得较拢会拄着这12个月，咱每一个月的分享。后个月2月份，就要来分享即个祭祀的问题。为虾米无要信主的即个问题？特别是遮个祖先的问题，帮助咱兄弟姊妹搁较明白，要安怎样甲人分享的时阵，你嘛讲会出来。你嘛讲会出来讲为虾米咱对祭祀的代志搁较爱了解，搁较爱了解。所以愿主来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请咱3个压头的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伫新年的开始，阮嘛做一个日子，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伫生活内面真正实践，要安怎样来应光上帝的名，要安怎样利益正兄弟姊妹，会造就人，袂受到限制，会当抵挡试探的开来。阮知影要安怎样分别是世界属于世界，或者是属于上帝。主啊，阮知影，这阮还搁伫学习的阶段，总是会当透过这学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伫世间伫生活的时，咱会当回想甲上帝你的关系，嘛帮助阮有细正的知识财物，对上帝会当通来做阮伫信仰内面水搁好的实践甲反省。主，阮将阮今年度所有遮的每一位邀请来阮教会讲道的牧师，每一位伫台仔顶分享的兄弟姊妹，做见证的兄弟姊妹，阮嘛将阮牧师伫讲台顶悬所分享的拢总交托伫主的内面，求主继续坚固阮的信心，嘛帮助阮的教会伫今年，阮要来追求搁较侪，伫无论伫教育顶悬，宗教教育、信仰的教育顶悬，愿拢搁较认真地来落实实践伫阮的生活内面。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有即款的决志，大家做伙伫入世的过程中间，互阮嘛会当看到，阮要安怎样伫出世的生活内面来应光上帝的名。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回应上帝话，请咱来看圣诗168首，求主fund兴教会，请起立，专心。Amen.
报告，在报告之前，请牧师来介绍新的朋友。好，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介绍今仔日有两位新来的朋友吼，头一位是叫做林淑珊妹吼，请起立一下，请起立一下，站起来一下，让大家哦，来，咱拍手啊！太热烈一点嘛，好无吼？拍手啊！较热烈欢迎安尼吼，咱的林淑珊妹姊妹吼，伊故乡伫个即个台东的所在。咱伊是阿美族，阿美族爱台语听有，伊嘛伊一个朋友啦，伊一个朋友。今仔日来教会，甲看着讲，恁嘛来遮聚会安尼吼，感谢主，伊有真久无去教会聚会知影讲咱教会伫遮所以会较常来聚会咱搁一遍拍手欢迎。搁一位是对南港教会伊即摆因夫妇两人已经搬来咱南口的所在年外定居伫南口感谢主因就讲经过咱教会几摆安尼看到咱教会有咧聚会遮今仔日来咱的所在聚会李昭生、吴昭敏遮咱的遮的夫妇来咱就是他们咱的同乡。所在真侪，原主来帮咱祝福今仔日下一摆来到咱勇敢的兄弟姊妹，毋知倒下一摆来到咱勇敢的兄弟姊妹无？搁一遍牧师伫遮呼吁，若有要签会籍若有要签会籍的兄弟姊妹请礼拜煞了后牧师伫后面遐伫遮甲牧师搁讲一下我搁了解你的基本的资料若有要签会籍的兄弟姊妹，因为
伫第1年开始，牧师拢会安尼来甲邀请兄弟姊妹，有时啊咱久久来到咱的教会因为咱的长老总有遮个制度所以你已经真久伫咱的教会，甚至1年、2年、10年拢还袂迁回籍当然有某一种度合，总是牧师有了解了后毋茫讲咱拢会当将回籍迁来咱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咱会开会员大会咱有做无共款的服侍所以透过即个过程愿主来帮助咱。以上来2位即个2个家庭伫遮来即个报告介绍，咱来看即个消息报告。本周的东港事奉，请咱来甲你看。伫下礼拜司会是林慧茹，司评是戴正娟，司宪交代是蔡正丽、黄纯元，献花是赖桂珍，会前的领袖林志珍，宴席先元林，音口林信光，加减是詹福顺，教练就好，这是礼拜后礼拜日加减。除非人所教奉献，请咱来家庭看，假使奉献有变大，请咱来向会计出力来竞争。本会消息，因为疫情，居隔伫厝的姊妹，假使有需要，需要处理的代志，请来通知教会，会当教会来实施，会当帮赞今仔日下晡1点会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相关的同工来参加，也请主日学对来示。信徒的养育课程，丰盛的性命，今仔日头一天10点开始，伊的题目是丰盛的性命，娃娃落地，假使有报名兄弟。准时来出席。下礼拜日下晡1点会调开定期的董事会，请咱相关的同工来先来参加，也请各团体小组伫1月16日前会当提交旧年度的施工报告，甲2023年计划通风电概述来编列开会手册。今年新春清茶礼拜伫1月20日，和礼拜日礼拜时间下早伫9点开始，也请兄弟姊妹来预备，先来参加。礼拜日是郑明辉牧师主题是坐落佳美之处。咱即摆来看马太福音。咱这位来看，安尼你能够就打的理解，看你能够说，来你能够咱都去干，安尼你能够要打的理解，看你能够说，来你能够是来上言507首，上言507首，上言选请数上。
我再打电话问资料好不好？哦，你要准备签会籍了嘛？哦，对，OK。OK， 我会一起。平安。快乐。变做。